所来看到是台中市长的选举，国民党来争取提名，咱看到拜票杨庆英来去菜市啊内底，伊足骨力的哦。前一日才伫咧大庆夜市啊唱对对对啊，今仔日搁到海线，伊唱爱你10000年啊，伊要用好歌喉来表达爱市民的真心，争取市民的支持。公党的江启臣呢，是今仔连线到乌日、大理这菜市啊，伊去分春联啊，甲大家握手啦吼。所以咱看到这个拿赢参选人啊，真骨力。另外看到是民进党提名的是立法委员何欣纯，嘛选伫咧台中海线连续办2场会刊，来争取选民的支持。争取后一届台中市长提名的国民党立委杨庆英，昨暝伫大庆夜市啊拜票，唱一首《对对对》，今日到台中海线扫街，改唱《爱你10000年》。我爱你，我爱我的市民耶！除了唱歌，嘛甲团上热情互动，要争取市民的支持。初选反而是让我们的市民提早的一个检验。那看呢，什么人才是你心目中最支持、跟最肯定、最信赖，一定会赢的候选人？针对提名，杨庆英讲一定遵照党的规划，准时参加会议。除了杨庆英这个走基站，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嘛行出伊的山城的选区，昨到乌日大理市区去扫街。国民党的杨庆英、江启臣伫协调前真骨力走基站，那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欣纯伫今仔日嘛伫海线办会刊的活动。那问题是，我们海线的发展一天都不能等。何欣纯早起伫台中港区连走2场，要强化知名度。政党他们怎么提名？民进党已经呢定于一尊，就是征召提名我作为市长候选人。那我就是呢要积极的走访基层，赢得市民的信任。国民党甲民进党要拼台中市后一届市长的人，拢行出家己的选区，伫台中的海线伫车拼，要争取市民的支持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